帶嚟多一首嘅作品，叫做《絕地反擊》，大家掌聲有請。想要成功冇秘笈，我要堅守我原則。想要成功冇秘笈，只要堅持一定得。一首歌，一個故事，90092，我嘅故事開始。因為中體混血兒，夢想成為 MC，執筆用字成歌詞，等待機會出現。呢個小子企你面前，做緊一件熱烈嘅事。14歲聽到一隊香港說唱樂隊用說唱嚟模仿槍射向是非嘅中央，好可惜佢哋太偏激，太進擊，運用粗口嘅魅力，導致佢哋受到抨擊。究竟係諷刺時，咪你喺度教壞細路仔？長輩話呢種音樂只會令人瘋狂，長輩話 hip hop 音樂確實難登大雅之堂。想要成功冇秘笈，我要堅守我原則。想要成功冇秘笈，只要堅持一定得。Everybody， 今晚唔係一個比賽，大家 enjoy the show，enjoy 未來嘅舞台。Shout out to 所有今晚嘅參賽者 ，make some noise！歲月如流逝去到20歲，又有一隊影響我嘅樂隊，佢哋掀起嚟自風，改變天氣似晴空，但又鮮氣嘅武功，盼望天我會成功，令我重返我創作，係希望某角落要有分享我音樂，但係佢哋同我講。呢個就係佢哋回應，流行歌先至聆聽，hip hop歌就要差評，遊戲規則你仲唔明想要成功冇秘笈，我要堅守我原則。想要成功冇秘笈，只要堅持一定得。非主流難接受，幾多冷眼超承受，佢哋嘅冷眼似炮彈射向我身邊，冇得揀。經過呢幾次打擊，我選擇唔再沉溺，我用作品回應，看我絕地反擊。You ready? You ready? You ready? He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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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y. 決定重拾班師班，開始寫我嘅心得，相信以我資質，定會成功升級，冇人可以阻止我音樂創作停止，行動勝於浩變，夢想定能實現。在座每位我嘅姊妹兄弟，勿在時光流逝之後後會流涕，遺憾留低，不如不惜一切，將你夢想追尋到底。Thank you。好，再一次多謝 Sakina 為我哋帶嚟嘅表演啊！